喺歐洲呢片廣大嘅福音禾場上邊，信二代嘅流失係多年嚟海外華人教會所關注嘅問題。咁樣究竟喺培育下一代嘅信仰上面，我哋需要啲乜嘢呢？教會有班弟兄姊妹一齊支持大家咯。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喺一個信仰裏邊生活化。培育下一代嘅信仰呢，最需要就係陪伴啦，成為佢哋嘅同行者。教會和家庭要一齊教育下一代，讓佢哋認識自己在基督裏嘅身份，栽培佢哋成長。最重要就係將父母嘅信仰變成佢哋自己嘅信仰。我哋需要有熱誠、有異象嘅導師一齊委身參與。無論要培育下一代嘅信仰生活化，又或者係幫助佢哋尋索主裏邊嘅身份，我哋都需要一班有使命感嘅導師，委身喺兒童培育事工上邊。所以 CITC 籌辦呢一個兒童培育事工普及證書課程，盼望能夠以聖經真理為中心，喺理論同埋實踐層面嚟到幫助學員對培育兒童事工嘅認識。課程會分為2年，第一年係初階證書，內容包括認識培育兒童基督教教育基礎理論，探討傳統同埋跨文化兒童事工福音策略，提升對培育下一代信仰嘅異象同埋使命。第二年係進階證書，透過導師生命侍奉成長營，檢視個人屬靈生命成長同埋教學質素，盡心認識兒童培育事工理論，將課堂所學實踐喺教會或者係營會裏邊。為期2年嘅證書課程，希望能夠更有效喺家庭或者教會裏邊實踐培育下一代嘅工作。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想成為一位有熱誠、有委身嘅導師呢？希望喺呢個課程裏邊，我哋一齊嘅學習，唔單單係知識同埋技巧上邊嘅進步，更加係透過生命嘅交流，讓我哋靈裏邊有成長，最終能夠同下一代同行，生命影響生命。英國華人教會嘅前途同今日兒童事工息息相關。我鼓勵大家接受裝備，有效培育下一代，讓華人教會生生不息，榮耀主名。